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哇！今日好開心見到大家，係咪啊？同隔離講一聲，好開心見到你啊！吹咁大雨，咁大雨啊！大家都準時翻嚟。係啦，今日翻嚟嗰啲係而家翻嚟嗰啲咧，翻到嚟嗰啲係要準時嘅小料啊！我哋一齊傾吧。好，請聽我宣召。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華歌唱，要向耶和華歌唱，稱頌他的名，天天傳揚他的救恩，在列國中述說他的榮耀，在萬民中述說他的奇事。讓我哋同心嘅敬拜，我哋請敬拜隊。各位弟兄姊妹早晨，讓我哋一齊去到站立。我哋嘅上帝係嗰個大有能力嘅上帝，我哋嘅上帝係充滿榮耀嘅上帝。讓我哋先去將我哋嘅焦點轉向佢，求主你去吸引我哋，讓我哋日日夜夜都去尋求你。
主，願你繼續去牽引我哋嘅生命，你繼續去到帶領我哋。挫折有你許可，要讓祝福漫過，至死痛楚，要將生命破碎我一切，卻換上更多恩惠，榮耀路徑必有淚滴。挫折有你許可，要讓祝福漫過，至死痛楚，要將生命破碎我一切，卻換上更多恩惠，榮耀路徑必有淚滴。誰肯放棄自由，才將救恩釋後，葡萄被壓才得釋放，釀出新酒。到了絕處，才知道愛的深處，才能承載神恩豐滿天主。讓我哋一齊去禱告。讓我哋知道我哋嘅生命，當我哋話我哋要去尋找你，我哋要揾嗰個召命去追逐嗰個夢想嘅時候，我哋並非一帆風順，仲有啲知道必然係會有困難嘅前途，甚至有啲時候我哋會面對住好似會停滯不前，喺呢啲時候我哋會好灰心。但主你提醒我哋就算係
就好似出面咁樣事情時雨都好，我哋要將我哋嘅眼光定睛喺你嘅裏面。主，我哋知道有時候有啲嘅單片，有啲嘅停止，唔係你拒絕我哋，要主知道你係透過呢啲嘅時間去到預備我哋，嚟塑造我哋嘅性情。主，求你繼續去到帶領我哋每一個嘅生命，讓我哋花啲時間，我哋去到主嘅跟前。會有啲弟兄姊妹覺得呢刻可能你嘅生命入面都有啲覺得好似停咗喺度，或者睇住前面我唔知點樣去行落去。求主真係向呢啲弟兄姊妹説話，你去親自去安慰佢哋。主，你會與我哋去同行。
了你，万事都有可能。就是大山在眼前，你也能够落去，在你绝对没有难成事。全能的神，你能力无限，有了你，万事都有可能。就是大山在眼前，你也能够落去，在你绝对没有难成事。生命让我软弱无力，你的恩典够我用，只要我能够相信，奇迹必会降临。不靠才能，不靠实力，依靠生命的能力。只要我全心呼求，奇迹必会降临。生命让我软弱无力，你的恩典够我用，只要我能够相信，奇迹必会降临。不靠才能，不靠实力，依靠生命的能力。只要我全心呼求，奇迹必会降临。不靠才能，不靠实力，依靠生命的能力。只要我全心呼求，奇迹必会降临。願我哋嘅生命，即使係面對住點樣嘅光景都好，面對艱難嘅時候，願我哋能夠持守真道，讓我哋深信你俾我哋嗰個嘅呼召，甚至係呢個詮釋，讓我哋會降臨，讓我哋能夠勇敢嘅去追隨你俾我哋嗰個嘅呼召嗰個召命令。原來我哋嘅正式係你嘅裏邊，多謝你，我哋嘅敬拜，我哋嘅禱告都係奉你嘅名做成。阿門。各位弟兄姊妹，請坐。跟住落嚟咧，我哋以啟應文一同去禱告。全能的父上帝，救贖世人的耶穌基督，賜予生命的聖靈，我們讚美你，你揀選我們成為你的子民，並在地上建立教會，將萬民聚集在你的愛中，牧養我們，以宣揚你的榮耀和美德。我們為教會委身牧職的同工禱告，他們回應你的呼召，經過訓練和操練，以生命與熱誠投入牧職侍奉的行列，在服事中體會主的琢磨與陶造，成為主合用的器皿。我們同來為神學教育及委身神學教育的弟兄姊妹祈禱。神學教育既為教會培育牧者，又引導愛主的人，在今日世界中活出基督的真理，在變幻的世代中展述救恩。我們感謝頌讚
們為普及神學教育出發，讓每個基督徒都能讀神學、認識神學，從而與主更親近，與真理走近。主啊，你牧養教會，又呼喚我們彼此牧養，願我們裝備自己，成為主僕人。三一嘅主啊，我們感謝頌讚你，讓教會成為基督嘅身體，在世上延續和彰顯基督嘅救世工作。你揀選了你的僕人建立教會，牧養人群。我哋一齊祈禱。賜俾仁愛天父，我哋感謝讚美你。你唔單止救贖咗我哋，亦都揀選咗唔同嘅人去回應你嘅呼召，進入神學院裏面接受裝備，以致能夠裝備咗之後，可以喺唔同嘅教會裏面去牧養你嘅羊群。主啊，我哋真係特別為到呢一班嘅學生都交上，求神你大大嘅使用佢哋，讓佢哋喺唔同嘅教會裏面都能夠作光作鹽，能夠係帶領一班弟兄姊妹，佢哋能夠同心合意嘅去宣揚福音，能夠建立教會，培育更多嘅主嘅工人。主啊，求你讓我哋睇到莊稼已經熟咗，佢需要人去收割。求主更加呼召更多嘅人去願意委身喺神你嘅國裏面，願意委身去侍奉你。主啊，求你親自嘅帶領我哋每個人嘅心，讓我哋都能夠有所感動，喺唔同嘅崗位裏面去服侍，讓到一班嘅弟兄姊妹，佢哋有心去接受主你嘅呼召，成為你嘅工人，去收取莊稼嘅時候，求主你親自嘅感動佢哋嘅心，能夠進入神學院，接受裝備，成為你有用嘅僕人。祈禱交託奉教主耶穌基督聖名求。跟住落嚟有讀經嘅時間，我哋今日讀經就請五經為弟兄讀經，咁然後喺讀經之後有謝志宏牧師為我哋證道。今日嘅題目係差遣入世，明辨使命。舊約創世記18章1至15節，耶和華在萬里橡樹那裏向亞伯拉罕顯現。天正熱的時候，亞伯拉罕坐在帳棚門口，他舉目觀看，看哪，有3個人站在他附近。他一看見，就從帳棚門口跑去迎接他們，俯伏在地，說：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請不要離開你的僕人走過去，用我拿點水來，請你們洗腳，在樹下休息。既然你們來到僕人這裏了，我再拿點餅來，讓你們恢復心力，然後再走。他們說：就照你說的去做吧。亞伯拉罕急忙進帳棚到撒拉那裏，說：你趕快拿3亞細亞餅，油麵做餅。亞伯拉罕又跑到羊群裏，牽了一頭又嫩又好的牛犢來，交給僕人，僕人就急忙去預備。亞伯拉罕取了乳酪和奶，以及預備好了的牛犢來，擺在他們面前，自己在樹下站在旁邊，他們就吃了。他們對亞伯拉罕說：你妻子撒拉在哪裏？他說：看啊，在帳棚裏。又一位說：明年這時候，我一定會回到你這裏。看啊，你的妻子撒拉會生一個兒子。撒拉在那人後面的帳棚門口就聽見了。亞伯拉罕和撒拉都年紀老邁，撒拉的月經已經停了。撒拉心裏竊笑，
說：我已衰老，我的主也老了，怎能有這喜事呢？耶和華對亞伯拉罕說：撒拉為什麼竊笑？我已年老，果能生育嗎？耶和華豈有難成的事嗎？到了所定的時候，我必會回到你這裏。明年這時候，撒拉會生一個兒子。撒拉因為害怕，就不承認，說：我沒有笑。那人說：不，你的確笑了。福音，馬太福音10章16至23節。看啊，我差你們出去，如同羊進入狼群，所以你們要機警如蛇，純真如鴿。你們要防備那些人，因為他們要把你們交給議會，也要在會堂鞭打你們。你們要為我的緣故被送到統治者和君王面前，對他們和外邦人見證。當人把你們交出時，不要擔心怎樣說話，或說什麼話。到那時候，必賜給你們該說的話，因為不是你們自己說的，而是你們的父的靈在你們裏面說的。兄弟要把兄弟，父親要把兒女置諸死地，兒女要起來與父母為敵，害死他們。而且你們要為我的名被眾人憎恨，但堅忍到底的終必得救。有人在這城迫害你們，就逃到另一城去。我實在告訴你們，以色列的城鎮，你們沒有走遍，人子就要來臨。羅馬書5章1至8節。所以我們既因信稱義，就藉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以與上帝和好。我們又藉着他，因信得以進入現在所站立這恩典中，並且歡歡喜喜盼望上帝的榮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落空，因為上帝的愛已藉着所賜給我們的聖靈澆灌在我們心裏。我們還軟弱的時候，基督就在特定的時刻，為不敬虔之人死，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人死也這有感觸的。唯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上帝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這是上主的道。感謝上主。今日咧係神學主日啊！往年咧我哋就會揾崇基嘅老師嚟講道啦，去分享啦咁樣啊。咁咧因為咧我哋啲6月份咧都好多豐富嘅節目啊，咁所以咧我哋就只係能夠今日啊。今日咧佢哋又揾唔到同工嚟講師嚟講道，所以咧我今日咧有位神學生同我哋分享啊佢嘅神學生活，但係咧就揾唔到神學院嘅老師嚟講道，咁所以咧我就即係自肥一次咧，就將自己咧就獻上啦今日嘅講道啊嘅神學主日講道。咁感恩嘅，因為未試過講神學主日㗎嘛，有咁嘅榮耀嘅一日嚇，都非常嘅感恩嘅咁嘅去服侍。嗱我自己喺讀神學嘅旅程係點樣咧？咁就由1995年開始，咁咧就到1999年畢業啦，咁啊呢第一個神學博士嘅學位啦咁樣嚇。咁去到
16、17年嘅時候咧，就即係用咗用咗1年嘅時間完成咗嗰個神學碩士嘅課程啊。咁啊好趕嘅，實際上啊，嗰課本身都要年幾嘅時候，咁因為你知道跟住你要繼續侍奉，又唔想登時間咯，咁所以咧就話盡力啦，我哋希望咧能夠盡快完成嗰個神學碩士嘅學位。咁諗起咧就即係16、17年嘅時候咧，即係意思係咧我讀神學最後嗰次咧，即係差唔多係即係10年前嘅時間啦。啊！呢10年咧好特別啊，睇到咧嗰啲即係唔同嘅思想嘅轉變。神學咧係一個即係講傳統啦，講緊即係嗰個歷史啦、源流啦一個思想嘅訓練。但係咧原來咧呢咁多年之間咧，實際上有好多個轉變嘅。例如啲咩咧？我記得咧1999年，當我即係神學士畢業嘅時候咧，神學院就係講緊哇解放神學啊，即係嗰啲拉丁美洲嘅解放神學啊，我哋企喺貧窮人受壓迫嘅人一邊啊，然之後咧同我哋一齊咧去爭取社會公義，用行動去見證上帝咁樣啊。去到2016年咧，我再讀神學院再喺神學院讀書嘅時候咧，係開始出現一個咧叫公共神學嘅議題啦。冇咗嗰種解放神學嘅激進，變做咩咧？好強調基督教信仰咧同社會嘅喺社會嗰個公共領域裏邊咧，可以公平嘅對話嘅，大家咧可以坐低去傾下，究竟我哋點樣讓呢個社會嘅福祉啦、利益啦，能夠咧臨到呢個地上面嘅時間。我咧覺得好大嘅轉變，一個咧就講得好激進，我哋要企喺貧窮一邊為佢爭取咁樣啊；一個咧就唔緊要，我哋坐低傾下先，有啲咩缺乏或者有啲咩你係好嘅嘢啊，我哋都可以引入喺我哋裏面。所以呢個亦都係好重要啊！我哋今日咧，大家有冇諗過咧？喺我哋每個月一次派食券㗎嘛，係咪？派食券安排係點樣嘅咧？有冇諗過嗰種特別啊？以前咧就係、你識得你認識耶穌嘅，你信得主嘅一齊嚟派食券咯咁樣。但係你知道我哋派食券唔係啊！我哋派食券係你有親戚嚟都可以嚟到派食券㗎，或者咧我哋唔緊要附近學生都可以嚟，你冇信仰或者咧唔同嘅信都可以嚟到一齊去參與呢個侍奉。我成日都話咧，對我哋係侍奉，對佢哋講係義工，但係唔緊要，我哋一齊坐埋傾一傾。呢個亦都引入咗一啲公共神學嘅呢個諗法嘅，實際上我讀嘅神學咧，我覺得書唔夠多，因為實際上講緊16、17嘅時候嗰種嘅讀書方法就係希望能夠盡快完成，所以咧實際上咧讀書係好唔夠嘅嚇，回望嘅時間嚇。但係我感恩咧。喺整個旅程裏邊咧，原來有好多嘅即係思想可以咧讓我去學習，走過呢2段嘅旅程。舊年有機會咧去加拿大啦，探一位咧我覺得即係喺我嘅心目中都係神級嘅老師，江大衛義務教士，去到探佢嘅時間。由我第一次讀神學就覺得哇，佢思想咧好精煉、好簡單，佢從來唔會長篇大論，但係咧通常你講完啲嘢咧，佢就一下咧就即係刺中你啲弱點啊，或者呢啲嘅即係邏輯上邊有啲問題嘅地方啊咁樣啊，總係俾你揾到錯處，好似咧捉錯處咁樣。思想咧有啲嘅地方有啲原來有需要改變嘅地方。覺得好感恩啊！有一位咧咁樣嘅老師，所以咧於是乎咧，我記得當我讀神學嘅時候咧，我覺得呢位老師咁犀利嘅咧咁樣，以前都唔覺得係咁勁㗎嘛，係咪？自從佢讀你篇論文嘅時候，你覺得哇咁犀利嘅，俾佢捉到我啲唔掂嘅地方，於是乎咧。就慕名咧，就走咗去咧中大嗰個嘅哲學系，就修讀咗一科咧純倫理學。讀嘅時候係點樣咧？你要擺低晒所有你對信仰嘅認識，就同一班嘅讀哲學嘅老師啦、學生啦去討論一個即係哲學嘅問題啊、倫理學嘅問題啊，咩係道德，咩係唔道德嘅問題啊。所以就點你要擺低咗咩係恩典啊、救恩啊呢啲字眼，你完全唔可以出口，你要講都要收埋佢啊。嘅時候，就坐好似咧，你將你所有嘅即係工具啦，你嘅即係劍啊、刀啊，要擺低晒啊，同人哋去即係公開、公平嘅對話。我感恩有一段咧咁寶貴嘅旅程，我今日仲記得。後來我仲發現咧，原來嗰位老師咧，即係教呢個純倫理學呢位老師本身都係基督徒嚟㗎。咁所以有一次咧就喺即係火車上邊遇到佢啦，咁樣咁佢就問。兩個人咧就攞住支坐火車個支喺度搖啊，咁跟住咧佢就問你知唔知咩叫三一神學啊？咁樣喎，哇！突然間喺個火車上面，大家個咁問你喎，你真係唔知點答佢啊嘛？係咪？咁當時我唔知自己答咗啲咩㗎，依家諗起到。今日我去翻我哋今日嗰個課題裏邊咧，今日咧馬太福音都一樣。我唔知幾時有人會問我哋啲問題，我哋點樣回應咧？
喺呢個咁複雜嘅社會裏邊啊，今日呢段經文咧，只係耶穌教導作門徒呢個嘅情況，係一個好少嘅段落，前後都有嘅，好少嘅段落。將來咧有人如果有弟兄姊妹熱心咧，可以建構一套咧，即係門徒嘅神學都明定嚇嗰個究竟咩係一個門徒咧嚇？好簡單啫，有一個群體嚟嘅嚇，有啲嘢咧我要主觀嘅去要主動嘅，要主動去引證嘅，唔好靠人哋就多馬地咁樣係咪？所以呢套門徒神學，大家留俾大家去建構啦。我選呢段經文咧，我想講係因為今日社會好複雜嘅嚇，同我哋即係細個嘅時候好唔同嘅。我哋做基督徒咧，我哋要慎思明辨究竟點解會咁樣發生？呢個慎思明辨，實際上就唔係神學院嘅專利，係每個基督徒都需要有，每個基督徒需要有。如果你一個即係做會計嘅人，你就知道究竟你係諗緊，你可能喺你嘅字眼裏邊冇一個會計嘅神學，但係當你簽嗰個會計嗰個報告 true and fair 嘅時候，你嘅信仰係諗緊啲咩嘅咧？係咪？嗰個真實及公平嘅時間，你諗緊啲咩嘅咧？如果在場有醫護嘅，咩係醫護嘅神學咧？耶穌點樣醫治人嘅咧？又可以諗下啦。甚至話咧，我都唔係嗰啲，我去街市買餸嘅啫。咁你諗下咩係街市嘅神學咧？都可以喎。你嘅信仰係點樣啊？你見到人哋稱嘅時候，你點睇啊？或者你見到人哋人哋稱嘅時候，明明唔關你事，你點樣面對呢啲嘅課題啊？點解你會咁熱心啊？呢個就係咧，我哋今日每個人都可以有嘅神學。所以呢個神學咧就唔係神學院裏邊專有或者獨有嘅嚇，每個人應該都有自己一套嘅諗法。可能呢套諗法咧唔係一個即係好有組織起承轉合嘅諗法，但係咧我哋都有一啲我哋對信仰嘅睇法喺裏邊，係咪？呢個就係神學啦，呢個就係神學啦。所以咧並不恐怖，但我哋今日好需要，今日點樣喺個複雜世界裏邊，我哋真係能夠慎思明辨，能夠喺呢個世界裏邊成為門徒咧。嗱，所以咧17節啦，耶穌話咧門徒進入世界，如同羊進入狼群一樣。咁呢個睇經文嘅時候，你覺得係啦？我傳福音嘅時候，對面嗰啲咪狼，係咪？咁點算咧？咁樣我俾佢食咗咁樣肥羊嚟嘅喎，咁點算咧？咁樣我哋又唔好過分嘅演繹，過分嘅解讀呢段經文，如果唔係咧就好難搞㗎嚇。耶穌講緊如同羊進入狼群一樣，係進入。我想今日講可能進入 into 嘅英文，如果係英文聖經係講 into， 呢種 into 係講緊咧，呢種進入係講一種咧進入一個困境嘅心態，點樣進入呢個困境當中？然之後耶穌就講啦，呢個進入困境嘅心態點樣嘅咧？機警好似蛇一樣，純真如鴿子，呢個就係心態啦。抱住呢個心態咧，進入呢個世界。如果唔係咧，你見到嗰個人咧，佢會唔會狼變做羊，羊變做狼啊？你就好複雜嘅。但實際上耶穌係講緊一個進入呢個困境 into 嘅時候，你要點樣去承載緊你嘅心態進入呢個世界咧？好啦，咩係機警咧？諗一諗到？英文係 wise 啦，係咪？如果英文NRSV 版本嘅時候，聖經係講 wise 或者有智慧啦，係咪？你點樣形容一個人有智慧嘅咧？可能面對困難啦嘅時候，你知道處理得好好或者有個困難嚟到你嘅生命裏邊，你覺得咧佢處理得真係非常即係好完美啊！即係嗰個處理方法，例如有一日開組，你見你兩個組員喺度嗌交咁樣即係110機制咁樣同一組㗎嘛，係咪？突然間嗰日佢哋唔知做咩喺度嗌交喎咁樣咁你見到組長嘅安排，阿明慧嘅安排嘅時候，110你講你嘅嘢唔緊要嘅，我哋靜一靜聽下講先，機長又講下佢嘅嘢，然之後咧個組長就覺得其實好好啊，大家都明白，聽到大家嘅聲音喎。咁咧，其實已經學識彼此欣賞啦。你就會覺得呢個組長係點樣啊？機警咯，係咪？聰明咯，處事係咪？唔會讓呢個衝突去升溫咯。大家明白對方嘅需要咯，甚至咧能夠大家諒解對方咧。咁你可能就心裏邊都會講組長英明咁樣係咪？呢個就係機警啦嚇。所以呢個機警涉及到咩咧？佢明白自己嘅角色啊。我一個組長，我就應該去帶動呢一組，能夠咧去協調緊弟兄姊妹唔同嘅諗法，係咪？第一樣明白自己角色。第二樣嘢咧，佢知道現場嘅情況喎，大家都已經好唔開心已經係即係好緊張嘅關係啦。明白問題所在，有啲人覺得佢嘅諗法冇人聽到，係咪嘅時候，然後再咩啊？結合佢自己經驗咯，
佢覺得教會係啲咩咯？教會應該合一嘅，然之後咧，我哋點樣能夠走埋一齊咧？喺呢度唔同裏邊走埋一齊咧，咁樣結合佢哋佢自己嘅一啲處理經驗嘅方法，呢個叫機警係咪？聰明或者咧我哋叫 wise 呢個字眼。好，咁呢個咧就講緊好似蛇一樣咁嘅機警啦嚇。第二樣嘢咧，純真咯喎，大家驚唔驚人話你純真㗎？幾廿歲讚我純真就好難搞係咪？英文係 innocent 啊 ，innocent 就係即係純真啦。簡單嚟講就係即係話咩咧？佢真係冇經驗過，唔識，然之後走嚟問你問題。我哋話嗰啲人叫純真係咪？如果有一日咧就又例如例如邊個好咧？暗孫走埋嚟問最近嗰做子琪咁樣嚇，你知唔知聖經有幾多卷啊？咁樣，咁子琪就覺得你考我咁樣嚇，咁你知㗎啦，你明知故問啊嘛，你叫做係咪？但係一個純真係啲咩咧？一個小朋友，一個愚純嘅小朋友走埋嚟問你，子琪姐姐聖經有幾多卷㗎？究竟你會覺得佢點樣啊？佢真係唔知喎，佢真係好渴慕知識嘅態度咧，去問緊呢個問題嘅喎。嗱，呢種叫純真係嘛？佢覺得咩都唔知，然之後真係走嚟問你，係懷住一個咧好奇啦、善意啦，我真係唔識，我想問下人點解或者點樣嘅時間，呢種叫純真啊。所以咧，同時耶穌講緊一種又機警又純真嘅生命咧，係一種點樣？要平衡嘅。機警係講你嘅智慧啦、你嘅世故啦、你嘅知識、你嘅經驗啦。純真係代表你種心態啦，係一種開放啦，去尋索嘅時候，機警係講緊成熟嘅智慧，係講緊判斷力、分析力，以至咧我哋唔會容易俾人誤導，係嘛？如果你知道嗰啲間唔中依家有啲電話，阿謝生你嗰個你屋企咧漏水喎，可唔可以俾你嘅電話我哋聯絡一下？咁你會唔會揾佢啊？唔會啊，係咪？可能都唔會啊，因為機警啊嘛，我哋係咪？但係如果你純真就大劑啦，純真走去問下佢，喂係咩啊？我俾個電話你啊，咁樣啊，咁就俾埋我銀行編號你啦，咁就好大劑啊！呢個純真唔可以，機警就會咁樣啊嘛，結合緊我哋嘅經驗，係咪？我哋理解我哋嘅知識，但係純真係點樣咧？對事物有好奇嘅態度㗎，對人對事咧多一份嘅善意㗎，唔係去挑戰嘅，所以呢種嘅平衡嘅生命咧，就保障緊我哋自己啊！一方面咧，你要知道要世故，又唔可以太過世故。智慧係讓我哋保護自己，純真咧讓你去快樂，睇到人性嘅光輝，喜樂嘅一面。我哋都盡量都要有。頭先話智慧係講腦袋嘅，純真係講心嘅，腦袋要清醒，心係要純正嘅，咁啊先能夠咧應付現實嗰種複雜嘅問題唔會失去咧對人嗰種真誠。所以我哋今日咧頭先話，我哋要點樣去有慎思明辨咧，好緊要咧。我哋喺呢個世界裏邊，我哋就學習緊呢種精神，點樣能夠機警又純真簡單嘅。去到18到22節啦，一個好長嘅段落啊，雖然都係幾節經文。耶穌咧列出咗好多門徒要面對嘅困難，被審問啦，要辯護啦，被出賣啦，被敵視啦，一切都係一啲唔好嘅事情，係咪？唔容易，我哋都唔想面對。但係咧，耶穌話你辯護嘅時候有口才，上帝會俾我哋口才，係咪？或者咧，當我哋面對敵視嘅時候，我哋又要一份堅忍嘅心去面對呢啲困難。唔係因為我哋出咗咩問題，唔係因為出咗咩問題，我哋係講緊我哋要為主嘅緣故去面對呢啲問題。唔係因為我喺度做啲咩唔好嘅嘢，而係講緊咧呢度耶穌係講緊要為主嘅緣故去面對呢啲問題。去到23節嘅時候，提出咧我哋近日嘅諗法，亦都喺我哋敬拜隊都類似分享過嘅時間。當我哋面對呢啲迫害嘅時候，點樣啊？堅忍嘅時候，你係點樣咧？可以逃走嘅喎，原來係23節嗰度提醒我哋，一齊讀好嘛？1、2、3。有人在這城迫害你們，就逃到另一城去。我實在告訴你們，以色列的城鎮，你們還沒有走遍，日子就要來臨。好啦，頭先就講堅忍，呢度就講逃走，咁點啊？你想我點啊？亦都係講緊平衡，係咪？堅忍就係留喺嗰度，逃走係講緊可以唔需要面對住嘅。有句説話係咩咧？
逃避可恥，但很有用啊嘛。有冇聽過啊？但嗰時唔好知有句咁嘅説話啊，來自好似來自日本嘅呢句説話。逃避可恥，但很有用。信仰都係有篤避難所㗎，你有冇發覺啊？你諗下，上帝係我哋嘅避難所，有冇讀過呢段經文啊？有嘅喎，即係講緊避難所係啲咩咧？我哋唔需要咧去confront，唔需要咧去進，唔需要咧去行出去面對同佢去抗衡。避難所都講到唔需要退後，就好似咧咩咧？在座有弟兄或者姊妹啊，都唔係淨係弟兄嘅姊妹都話打機嘅時候會點樣啊？係打到好攰喎，say 低佢先咯，係嘛？呢個就係打機嘅心態啊嘛，say 低佢先，跟住我諗清楚，我夠精神再嚟過咁樣啊，咁樣避難所就係咁樣啦。我哋唔需要咧去正面交鋒，亦都咧唔需要退後，能夠咧我哋保持目前嘅狀態，停得落嚟，休息下，諗好咗啦，搞清目標啦，然之後重新嘅面對。嗱呢種咧就係呢種即係避難所。喺呢個嘅耶穌講緊，有人在這城迫害你們，就逃到另一城去。對門徒嚟講，最重要嘅佢唔係拗贏嗰啲人㗎，係咪？傳福音嘅時候同分享信你哋知啊嘛，最重要唔係拗贏人哋啊，唔係拗贏人哋喎，係一個即係最重要就係將耶穌基督嘅愛能夠同佢分享得到，呢個好緊要，呢個傳福音嘅工作。所以當門徒要逃去另一個城嘅時候，可以繼續去傳講緊呢個福音，佢哋會繼續將呢個方法去帶出去，繼續去見證耶穌啊！例如咧，當我哋喺洗禮舞蹈班嘅時候，唔知大家有冇記得嚇？如果喺我洗禮舞蹈班嘅時間嚇，當教會面對逼迫嘅時候點樣？走嚟走去啊嘛！最早期當景教喺唐代進入中國嘅時候，點樣咧？面對武則天嗰種滅佛嘅時候，滅埋嗰個景教，但係景教冇消失，冇喎，去咗蒙古喎，呢班人係。我哋叫做亞里可溫教，亞里可溫即係 Elohim啦，係咪？即係佢將呢個宗教帶到去蒙古，然之後隨住呢個蒙古大軍，我成日都係即係南征北討啊，就將呢樣嘢去繼續帶出去喎。甚至有啲人傳說呢個成吉思汗個媽都係景教徒嚟㗎。所以唔係再係停喺嗰個狀態裏邊啦，被逼迫唔緊要啊，我哋咪繼續去咯。因為我哋實際上我哋唔係要拗贏人哋，我哋係目的係將呢個信仰傳遞出去，讓人睇到耶穌嘅愛啊！因為我哋即係今日就係咁樣啦，係喺嗰種可以逃避，可以停一停，可以諗一諗，可以諗下自己目標，可以諗下自己嘅使命係啲咩嘢。因為門徒經歷過一切嘅時間，我哋試下翻去16節嗰度啊，記者背試啊，咁啊跳去16節嗰度，經歷咗咁多嘢，哇！又要俾人要審問啊，又要對質啊，然之後又要逃跑，又要堅忍嘅時候，16節第一句就話：看啊，我差你們去。耶穌係差門徒出去，係面對呢啲困難，我哋係被差遣去面對呢啲困難㗎，係源於咧作主門徒呢份重要嘅使命啊。跟住我哋就問啦，咁我又唔係門徒喎，咁點算咧？咁樣啊，聖經嗰12門徒，我又唔係其中之一。有一個咧猶大賣主之後補選嗰個叫馬提亞，跟住就唔知去咗邊度嘅時間，都係12門徒，我都唔係嗰12門徒之一喎，咁點啊？大家留意喎。當門徒出去嘅時候，佢哋唔係揾人去做教徒，唔係揾人去信徒啊。耶穌差佢出去嘅時候，使萬民作耶穌嘅門徒啊。即係話我哋每個在座嘅弟兄姊妹都係一個門徒，甚至我哋有責任讓其他人成為耶穌嘅門徒啊。呢個先係重要啊。呢個門徒咧唔係單打獨鬥啊，係一群人嘅。所有聖經嘅裏邊睇得到呢班門徒係你們啊，經常提醒你們一個即係共同嘅意思啊。所以好緊要。今日我哋嘅信仰係咪單打獨鬥？當我哋做門徒嘅時候，係咪我哋自己諗就得？因為一齊去分享，一齊互相去支持，去面對嗰啲嘅困難。頭先我話咧，有信仰嘅人都有自己嘅神學嘅。嚴格嚟講咧，就係點樣睇上帝啦。如果讀過門徒，你就知道啦，點樣睇上帝，點樣睇人，點樣睇關係，點睇聖靈啊，點樣睇我哋同上帝嘅嗰種嘅即係互動嘅關係。我一面諗嘅時候咧，呢種嘅關係就係一個好互動嘅關係嚟嘅，唔係嗰種咧既定停咗喺度嘅。要有頭先話有咩啊？機警啦、純真啦，去面對啦，進入呢個世界啦，係為主嘅緣故去面對呢啲困難嘅。我哋奉差遣如果有力有不逮嘅，搞唔掂嘅，咁點啊？退落嚟先咯，停一停先咯，係可以嘅喎。如果咁講，呢個信仰係可以，呢個神學准許我哋
去停得落嚟嘅喎，係咪？可以暫避嘅。信仰裏邊好重要嘅就係揾翻我哋嘅方向，繼續向前邊行啊！神學主日唔係淨係宣，我哋咧相信唔係只係宣傳神學院，而係咧讓大家明白，我哋都係一個每個門徒都要學習呢種慎思明辨嘅精神，然之後咧去建立緊我哋嘅諗法。我記得咧，當同江麗武教授分享嘅時候，成日都話咧，神學咧教育唔係改變一個人嘅。你唔好諗住咧，我冇乜使命，我入神學院，跟住又揾翻我嘅使命啦。唔係啊，神學教育係重整一個人嘅。你有啲乜嘢嘢嘅嚟到，就有咩出翻去。但係過程當中點樣重整緊你對上帝嘅理解，呢個就係神學教育好重要嘅精神啦。頭先首歌，葡萄被壓才釋放出新酒，嗰啲酒係來自葡萄㗎。嗰啲酒咧唔係加入其他成分落去嘅，全部都係由葡萄出嚟㗎。所以呢個壓榨過程只係一個重整嘅過程嚟㗎。所以我哋今日都一樣啦。除咗神學院嘅學生，佢哋重整緊佢哋自己，擺出幾年嘅時間，真係咧乜嘢都擺低晒，然之後去重整自己。我哋今日都一樣。唔一定係好似咧佢哋一樣要擺幾年時間，都係更加好啦，係咪？但係一方面，我哋每日都重整緊我哋自己啊。諗下究竟點解咁樣發生嘅咧？點解咁樣出現嘅咧？上帝有咩心意咧？我要點樣回應上帝嘅呢種嘅呼召咧？呢個就係重整我哋呢個慎思明辨好重要嘅。頭先所講呢個慎思明辨，一方面真係要機警，保持份純真嘅精神去面對呢個世界，求上帝幫助我哋。感謝謝牧師嘅正道。我哋咧就有首回應詩，咁都係頭先我哋都有唱過。頭先謝牧師亦都話：葡萄被壓才得釋放，釀出新酒。願意我哋嘅生命時刻，我哋都係好警醒啦，去留意啦，去到成日都整理我哋生命嘅啲經驗。適當嘅時候，我哋暫停落嚟，我哋 get ready， 我哋有再次前行，讓我哋一齊去到站立。我哋透過呢首嘅詩歌，我哋去再思我哋嘅生命，我哋去回應我哋嘅上主，去經歷嗰份祝福，嗰份嘅豐富。才能承載神恩豐滿傾注。初天有你許可，要讓祝福漫過。
奉獻嘅時間，我哋預備我哋嘅金錢去獻俾我哋嘅主。紅色袋係常規奉獻，綠色袋係自貴奉獻。如果有新朋友未明白奉獻嘅意義，可以讓奉獻袋傳過就得。讓我哋一齊禱告。萬物都係從主而嚟嘅，我哋奉從主而嚟嘅要藉你嚟救主悅納。今日咧，我好高興請到崇基學院嘅神學生林健弟兄為我哋分享。喺分享之後咧，有謝志宏牧師為我哋報告同埋主禮聖餐。
多感動啊！今日係完全冇預料到啦，睇下我啱先決定將心中嗰個稿抌咗佢啦，按照呢個感動嚟分享啦。首先咧，阿牧師啱先話神思明辨咧，就係我讀嘅第一個學位嘅校訓嚟嘅，猛喺度腰心腰肺啦。咁啊，跟住咧點解我咁感動咧？因為我係翻基督眾樂教會啦，唔知有冇即係夥伴聽過啦，就係喺佐敦嘅九龍幼靈堂嗰度聚會嘅，係冇自己會址啦，所以要借幼靈堂咁樣。咁就有好多小眾喺入邊啦，好多嘅貧窮人啦，好多性小眾啦，好多精神健康需要嘅人士啦咁。咁啊，因為我自己同教會咧，即係一個教會呢樣嘢咧，同我嘅距離係若即若離嘅，而家係慢慢喺度修補緊嘅。咁可能大家有啲想像啦。咁我係2011年信主嘅，咁就其實嗰陣時一個好打開心去接觸信仰嘅一個咁嘅狀態。點知咧就受到重創啦，喺教會入邊，即係好多嘅屬靈方面嘅挑戰啦，人際關係嘅張力啦，可能即係大家或多或少都可以想像到。咁所以我就同教會有一段距離係若即若離，咁就而家翻緊眾樂教會。咁咧啱啱喺崇基學院神學院咧就完成咗第3年嘅神道學碩士。咁其實我 feel 到自己未搞掂啊，所以我就延遲1年畢業咯。我係4年，即係出年先畢業。咁其實好得意嘅，一開始我嘅呼召啦就係點解教會要咁樣對人嘅？點解教會會咁樣成日會將啲嘢壓落人哋身上？同埋咁樣去喺社會上要咁針對啊，咁非此即彼啊，咁我就想去所謂揾翻個公義先咁樣，但係咧入到去就發覺出事啦，咁大鑊啦，就發覺咧原來個現實就係唔單止社會係複雜嘅，我自己都係複雜嘅，上主都係複雜嘅，就唔係非黑即白嘅，係好多元好多浸啦。仲有就係，話要即係啱先牧師話羊入狼群啦。如果我哋字面意思解讀，一開始就真係以為自己係嗰隻羊啦，跟住發覺咧就會發覺，唔係喎，有時都幾狼下嘅喎，係咪啊？咁唔掂啦，就要褪翻落嚟，因為我都可能會帶住一種無知嘅或者好純樸嘅呢個所謂嘅公義觀啦去impose喺人哋身上啦，去呃人哋啦咁所以咧而家咧，其實神學院就越嚟越講咩咧？後殖民神學啊，就係話原來我哋都係複雜多元多面向嘅時候咧，首先我就要睇下自己係啲乜嘢先。咁呢個過程其實上主都幫緊我點樣分辨啦，最終先至好去接觸人啦。咁係啦，呢個神思明辨同埋純良都真係好緊要啊！因為要知道自己同人接觸嘅時候咧，就會問自己一個問題啦，就係究竟我可唔可以始終帶住一個純良嘅態度去接待人或者係接觸人？如果得係咩原因？如果唔得係咩原因？淨係諗呢啲問題咧，都可以唔使瞓㗎啦，因為我哋日日都接觸緊人㗎嘛。咁我而家咧都係一個2年嘅喺醫院做院牧嘅一個實習期啦，日日都真係靈魂交戰，即係我究竟既然個現實係咁複雜，咁對於病人嚟講，佢個福音都好複雜㗎喎，唔係淨係1、2、3、4信咗就算啦咁樣，而係福音點樣先至好似神學教育咁樣所講，唔好咁離地啦，即係信仰語言同埋生活語言原來係可以轉化㗎喎。咁其中一位對我影響好大嘅老師啦，就係啱啱退休嘅關瑞文教授啦。其實佢亦都俾咗好多啟發我啦，就係原來我哋好多內心嘅感覺啦、決定啦等等咧，真係都可以化作神學或者信仰語言，即係兩者可以互通嘅。呢度都已經真係交咗好多篇文㗎啦。咁我本身其實係咯，因為啱先所講嘅經歷啦。我要解決好多生活嘅問題啊！即係點解人對人嘅態度可以咁複雜嘅？所以我啲文咧就唔係去
哇好古斯丁嗰啲神學家，而係真係解決好多生活上面嘅難題。咁啊已經寫咗幾廿篇文啦，哇！真係幾多個捱夜嘅無眠嘅夜晚啦。咁但係呢個過程真係好令人謙卑咯。我唔可以話我而家好謙卑啊，因為人真係好複雜。咁我今日其實亦都有一個好感動嘅原因，就係因為我發覺我都幾對循道衛理係幾信任我喎，不知不覺。因為我好多同學係循道衛理出身嘅牧者啦，或者係即係而家仲喺度讀緊書啦。咁我哇真係好耐冇試過咁投入一次敬拜當中，又發覺上主又用呢個機會嚟祝福翻我，可能都修補翻一啲信任喎。咁其實內心即刻就升起一種感覺，就係即係人嘅印象係重要嘅，但係嗰個係一個起點咯，就唔好棘喺度咯。咁樣其實都係對我自己説話啦。咁啊打翻開呢本咁嘅神學主日特刊啦，哇！見到羅曉晴、鐘欣樂，又見到香倫雅，哇！原來大家即係都真係喺循道衛理嘅大家庭裏面成長。跟住再望下咁多樂器，唔怪之得啦，即係我啲同學個個都識幾種樂器嘅。咁呢個即係好直觀嘅經歷嘅話，再次話翻俾我知就係，哇！人真係好複雜嘅。咁點樣真係繼續擁抱呢一個複雜，甚至係未知，去繼續行落去呢？無論係唔係神學嘅道路啦，即係生活都係要繼續嘅時候呢，咁都真係要繼續仰賴上主啦，同埋真係每日要求上主俾我智慧，同埋繼續有力量去做一個選擇啦。每日都選擇做一個所謂嘅好人啊！呢個好字其實係好複雜嘅，係咯。咁我嘅分享就係咁樣。好，咁好感恩啦，有傑弟兄嘅分享啦，咁樣多啲認識我哋喺香港有唔同嘅教會嘅，實際上係裏邊咧就有啲唔同嘅大家嘅即係長處強項嘅，咁互相有學習咁請大家留意周恩嘅報告啦一方面咧係歡迎新嚟嘅朋友啦，有冇第一參加聚會嘅朋友？呢邊有冇？中間呢邊有冇？另外咧就歡迎新唔係舊朋友翻嚟當聚會歡迎你，歡迎你喺外國翻嚟㗎歡迎咁另外咧就係請大家做一個報告一陣間有聖餐啦，都係歡迎你嚟到聖餐按住司事嘅指引啦嚟到聖餐未受洗嘅陣間有咧有義務教士啦，有同工為你嘅禱告。另外就宣復會啦，嚟緊6月20號就開嘅禮拜6嘅，特別提一提大家啦咁另外就有啲同工我哋同工會出外啦，會有啲假期或者係出外受訓嘅時間都係請大家注意啦。其他都係請大家留意周恩嘅報告。今年嗰個赤字嘅奉獻咧，我哋都仲爭啲嘅。雖然咧，我哋係睇到大家嘅進步我哋赤字奉獻咧，大概有50萬啦。咁如果年終我哋都係2萬幾蚊。咁希望大家你會繼續努力，好嘛？其他都係請留意一下咧，廿頁啦，有我哋嘅常務委員會啦。常務委員會咧就係總議會代表部每年開次會，咁有啲決定要點樣去做咧，就係即係靠常務委員會每個月開次會去決定總議會或者循道衛理會嘅一啲嘅方向或者一啲決議咁樣。我哋喺教會堂裏邊咧有陳偉強弟兄啦，同埋吳超義務教士啦，就係出席呢個會議嘅。咁所以都係請會我哋去祈禱啦每個月都有一次嘅呢啲嘅會議。每季係嘛？呢個經驗所以冇經驗每季一次咁另外咧就今日有神學頭先話神學主日特刊啦咁樣，咁大家落翻去望一望啦。咁你可以揾得到咧，嚟緊咧有我哋位神學生嚟到我哋當實習嘅。咁係啦，請大家自己喺個神學主日裏邊特刊裏面查下邊個咧咁樣嚟緊9月嚟教會同實習嘅咧咁樣咁另外咧就有個頒獎禮係咪阿明偉交俾你個。多謝牧師。咁咧好感謝主即係我哋咧要
即係一嚟咧又要入世咧，我哋真係好要警醒要靠住咧，即係主嘅話語。咁我哋嘅栽培部咧有個齊來讀聖經啊，咁咧即係每日能夠花少少時間去睇聖經嘅弟兄姊妹，得唔得啊？有冇啊？做唔做到啊？大家都微笑喎，嗬。咁但係我哋咧有人成功嘅喎，跟住我哋嘅進度咧完成咗4福音啦，同埋使徒行傳嘅。咁啊，湯哥喺度嗎？係啦。咁咧我哋有一個階段性嘅一啲嘅獎狀，就頒俾呢4位嘅弟兄姊妹，佢哋好成功咁樣咧，係真係好堅忍咁樣去讀完我哋嗰啲經文嚇。我哋一齊出咗嚟，跟住一齊影張相啦，好嗎？陳偉強弟兄。陳雪華姊妹，黃小梅姊妹，同翻咗哦嗱，仲有健身咧，佢今日就都唔喺度嘅，咁我哋擒翻咗好，咁我哋下次我哋有機會再俾翻佢啦。咁仲有嘅喎，唔淨止呢個嘅喎。咁咧，其實咧，我哋栽培部咧都有份小禮物俾你哋㗎。咁咧係啊，湯哥佢哋嗰啲我哋上堂主日學嗰啲經文查經嗰啲嘅notes啊，翻嚟出嚟查。我即係影張相啦，好啲，我即係翻嚟張相。哦，喺度。唔會，我係接中間啦，係咪？書中間係咪？好啦，我哋揀。我哋神學唔係咁睇嘅。希望其他弟兄姊妹加油啊！好，咁咧就感恩有弟兄姊妹能夠完成啦，咁樣嚇，咁啊繼續努力。有代禱喺我哋嘅周裏邊啦嚇，我為到神學院嘅學生啦，同埋老師啦，同埋職員啦繼續祈禱，係為到佢哋實際上喺呢個唔容易嘅一個過程裏邊嚇，要好多嘅神思明辨，要研讀，要分享嚇，亦都係即係進入世界去實習嘅時候啦，為到佢哋嘅需要繼續祈禱。咁另外就學期託管就嚟完啦，咁所以為到一班嘅學生啦，希望佢有機會能夠翻到教主堂，認識信仰、認識主。另外咧就即係好感恩啦，我哋今日咧除咗神學主日，亦都係咧信義中神學院嘅畢業禮啦。咁我哋有4位姊妹咧就完成咗朋輩輔導啦，同埋嗰個嘅基督教研究課程嘅。咁包括咗K 張紅瓊姊妹啦、林興平姊妹啦、吳家姊妹同埋張東梅姊妹嘅，咁為到佢哋感恩嚇。咁另外咧就有唔同弟兄姊妹嘅需要啦，屋企人嘅需要都係喺度已經寫咗喺個週刊裏邊啦。咁另外係呢個世界啦，菲律賓嘅地震啦，同埋即係太古城嗰個嘅家庭嘅即係嘅情況，為到佢哋嘅需要去繼續祈禱啊。死咗派位同埋華福院嗰108個離世嘅家屬啊，係為到佢哋祈禱紀念啊，求上帝保守佢哋，好嘛？我哋都祈禱。上帝感謝你讓呢個主日同生活仰望你，我哋見到今日係神學主日，我哋咧去紀念一班嘅弟兄姊妹進入神學院，去整理佢哋嘅生命，去認識信仰，去上感恩。呢段路咧係唔容易，佢哋要擺低咗好多嘅世上嘅事情，能夠咧進入神學院去裝備自己，求你去幫助佢哋，能夠咧讓佢哋能夠揾到上帝你喺今日嘅心意，帶領住佢哋，保守住佢哋。亦都見到喺我哋嘅託管喺嚟緊時候都完成咗學期託管啦，亦都亦都係準備進入暑期託管嘅時候，求你去保守，讓我哋能夠繼續同我哋嘅同學去接觸，能夠讓佢哋有機會認識信仰，更加嘅即係能夠參與我哋教會聚會，或者係去到佢哋自己教會當中，更加認識耶穌，帶領住佢哋走面前嘅路程。亦見到喺我哋堂會裏邊亦都咧，我哋有4位姊妹係完成咗信義中神學院嘅課程嘅時候。求你繼續帶領佢哋，希望咧呢個過程裏邊佢能夠好豐富，能夠更加認識主，能夠咧更加睇到上帝喺佢生命當中嘅心意，帶領佢哋去繼續嘅努力，與佢同在。亦都為佢哋完成課程，我哋嘅感恩，亦都為到我哋堂會裏邊，我哋弟兄姊妹嘅家人身體軟弱嘅，亦都有離世嘅，求你一個安慰保守，
讓你嘅恩典份愛臨到佢哋生命裏邊。你見到呢個世界，無論咧係地震、火災之後嘅災民，或者咧係有人因為咧喺太古城呢件事情裏邊離世嘅時候，嗰啲在世嘅家屬，求你一直保守紀念佢哋，保守佢哋，安慰佢哋，俾勇氣，俾堅忍嘅心佢哋，與佢同在。我哋祈禱交託奉靠主耶穌基督嘅。好，跟住咧係聖餐禮，請到都係預備自己嘅聖餐。我哋向上帝承我哋嘅罪過。真是聖潔的上帝，我承認得罪了你，得罪了我嘅鄰舍，你嘅聖靈發出光明，但我們卻選擇黑暗，你嘅聖靈賜予智慧，但我們卻命運愚昧，你嘅聖靈賦予能力，但我們卻信靠自己嘅力量，求你為耶穌基督嘅兒子嘅緣故，寬恕我們嘅罪過，使我們能夠藉着你嘅聖靈，樂於順服和侍奉你，榮耀你嘅聖名。阿門。與耶穌基督聯合嘅人，不再被定罪，因為聖靈係賜生命嘅，聖律法使我們得自由，脱離罪惡同死亡嘅轄制。阿門。感謝上帝。信實上帝，你成就父嘅應許，差你嘅聖靈為人類開啟永生之道。求你保守我哋與聖靈合一，凡有口嘅都述説你嘅榮耀，藉着我主耶穌祈求。闊結耶穌，願你同聖靈一同掌權，同為一上帝，從現在直到永遠。阿門。一同起立。我哋基督嘅身體。我們在一團裏受洗，成為一體，因此有我們在平安嘅團契裏，保守聖靈嘅合一。願主嘅平安常與你們同在，也與你同在。我哋揮手互祝平安。好清楚。願主你們同在，也與你同在。你們的心當仰望主，我們的心當仰望主。當感謝我們主上帝。感謝和頌讚我們主上帝是你所當然的。因此嘅聖父，無論何時何地，感謝讚美你係可喜嘅事，亦都理所當然。喺太初嘅時候，你聖靈喺水上運行，喺混沌中創立秩序，顯露美善。你按照自己形象塑造我哋，又將生氣息注入我哋裏面。雖然我哋離棄你嘅愛，但你愛堅定不變。你賜下你獨生子作世人嘅救主，喺約旦河受洗禮嘅時候，受聖靈嘅恩膏，被宣告為你嘅愛子。喺聖靈裏邊，佢受差遣向貧窮人傳福音，叫被擄嘅得釋放，瞎眼得看見，受壓迫嘅得自由。宣告你救贖子民嘅時候已經嚟到。取靈嘅樣式同我哋一樣，喺十字架上受死，喺榮耀中復活，喺永生中為我哋代求。你因基督之名賜下聖靈，藉著聖靈恩賜，你成就咗自己嘅工作，引導我哋一切真理，使我哋成為讚美嘅子民，並賜俾我力量喺全地宣揚福音。因此我哋歷世歷代各國各族忠心嘅信徒，一同與天使天軍以永恆嘅詩歌讚美你嘅聖名。聖在，聖在，聖在，全能的上帝，你的榮光充滿天地，高高在上和散那。那蒙主名下的是應當稱頌的，高高在上和散那。在主受死嗰一夜，佢拿起餅來，祝謝就擘開，遞俾門徒說：你們拿着吃，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你們要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餐後，佢拿起杯來，祝謝，遞俾門徒說：你們都喝這杯，因為這是我立新嘅血，為許多人流出來，使罪得赦。你們要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因此，我哋為紀念佢一切大能作為，我哋向你獻呈餅同酒，獻上自己，成為神聖嘅活祭。我哋同讀。你將你的聖靈，你使我們在愛裏緊密相連，你更新大地的面貌。求你
你賜下聖靈，使恩賜嘅餅同酒，能我緣故成為基督嘅身體同寶血。求你使我哋與基督入我哋彼此之間合而為一，喺世上履行我哋嘅使命。又求你帶領我哋與起着天上嘅國度。藉着基督，帶同基督，在基督內，以及在聖靈的合一裏，願一切尊貴榮耀都歸於你，從今日直到永遠。阿門。係你啊，基督，我哋兒子羔羊已經為我哋犧牲。因此我們要繼續領受這筵席。哈利路亞！我哋擘開呢個餅，係分享基督嘅身體。我雖在我自己嘅身體，因為我冇分享同嘅餅。你哋要心存敬畏，憑信心前來領受基督嘅寶血嘅聖禮，同領上帝羔羊嘅筵席。先請聖餐司事嚟領受聖餐。咧由前面上嚟啦，跟住咧側邊有啲籃嘅，可以將個杯擺喺個籃度，然之後領受。
接受差遣同埋祈禱，我哋同讀。真理嘅聖靈引導我哋最出係真理，賜俾我恩典，是耶穌基督係主，宣揚上帝話語同埋作為，又願上帝聖父、聖子、聖靈賜福俾我哋，常與我哋同在，直到永遠。我哋喺聖靈能力裏邊進入世界，你係我哋作為基督徒嘅尊貴職事。感謝上帝。因為啦，你哋懷住平安進入世界，勇敢為人，保持善德，勿以惡報惡，鼓舞灰心嘅人，扶持軟弱嘅人，援助困苦嘅人，尊敬眾人，愛主是主。喺聖靈嘅能力裏邊歡欣喜樂，願全能嘅上帝聖父、聖子、聖靈賜福俾你哋，保護你哋，直到永遠。請坐。跟住有聖餐就有祈禱會，等你哋可以留過去參與。大家弟兄姊妹，如果留低係祈禱會嘅咧，咁可以揾個安靜嘅位置坐低，我哋安靜一陣。